今日我哋繼續我哋嘅養生保健系列，衰老前後的身體成分有何不同？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阿爺阿嫲行路慢慢悠悠，仲好容易覺得周身骨痛？其實呢啲現象同身體成分隨住年齡改變有好大關係。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間不斷翻新嘅大屋，年輕嗰陣各種建材充足又靚，但隨住歲月流逝，唔同嘅建材會逐漸出現損耗同變化。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深入探討下衰老前後身體成分究竟有咩唔同，肌肉從強健到流失嘅悲劇。年輕嗰陣，我哋跑啊跳啊都唔會覺得辛苦，呢都多得我哋一身結實嘅肌肉。肌肉可以話係身體嘅發電機，佢唔單止可以令我哋有足夠嘅力量去完成各種活動，仲會參與新陳代謝嘅過程。一個20幾歲嘅健康成年人，肌肉嘅重量可以到身體總重量嘅30%到40%。呢個時候嘅肌肉纖維粗壯，富有彈性，好似充滿活力嘅小精靈，隨時準備好聽從大腦嘅指令，帶動關節做出各種靈活嘅動作。但隨住年齡漸長，肌肉嘅噩夢就慢慢開始。大約從30歲開始，我哋嘅肌肉量就會以每年大約1%嘅速度流失。到咗50歲之後，呢個流失速度仲會加快，每年可能達到3%到5%等，去到70、80歲。好多人嘅肌肉量比起年輕嗰陣已經大幅減少，而且呢個時候嘅肌肉唔單止量少咗，質素都大不如前。肌肉纖維會變得細小、鬆弛，收縮嘅力量同速度都大為下降，所以阿爺阿嫲行樓梯嘅時候會氣喘吁吁，拎重物都會覺得好吃力，就連簡單嘅起身、蹲下動作都變得困難。肌肉流失嘅原因有好多，首先荷爾蒙水平嘅改變就影響好大，好似男性嘅睾酮同女性嘅雌激素，呢啲荷爾蒙喺維持肌肉生長同保持肌肉量方面都好重要。隨住年齡增長，呢啲荷爾蒙嘅分泌量會逐漸減少，肌肉失去咗呢啲生長催化劑，自然就難以保持往日嘅強健。另外，年紀大咗之後活動量減少，肌肉用得少就好似久唔用嘅機器一樣，會慢慢生鏽退化，而且身體細胞嘅再生能力下降，受損嘅肌肉細胞難以及時修復同更新，都係導致肌肉流失嘅重要因素。脂肪從合理儲存到異常堆積，年輕嗰陣，脂肪喺我哋身體入面都有自己嘅崗位職責，佢係身體嘅能量倉庫。當我哋餓嘅時候，脂肪就會分解成能量供應身體使用。脂肪仲可以起到保護內臟、保暖嘅作用，而且呢個時候嘅脂肪分都好合理，大多數儲存在皮下，好似一層薄薄嘅軟墊，唔單止唔會影響外觀，仲對身體有好處。但衰老嘅過程中，脂肪嘅脾氣就變得唔一樣。一方面，脂肪量會逐漸增加。研究發現，60歲以上嘅人群，體內脂肪含量比起年輕人平均增加10%到15%。另一方面，脂肪嘅分位置都會發生改變，原本儲存在皮下嘅脂肪慢慢向內臟周圍轉移，形成內臟脂肪。內臟脂肪就好似一個隱形殺手，佢會釋放出各種炎症因子同化學物質，影響身體嘅新陳代謝同內分泌功能，大大增加咗患上心臟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壓等慢性疾病嘅風險。點解衰老會令脂肪出現呢啲變化呢？其實同新陳代謝速度下降密切相關。年輕嗰陣，我哋嘅身體新陳代謝旺盛，就算食多啲嘢，身體都可以快速將多餘嘅能量消耗掉。但隨住年齡增長，身體各個器官嘅功能減弱，新陳代謝速度放慢，食入嘅能量好容易就會以脂肪嘅形式儲存落嚟。
加上活動量減少，能量消耗更少，脂肪就越積越多。而且前面提到嘅荷爾蒙水平改變，都會影響脂肪嘅代謝同分，令內臟脂肪更容易堆積。骨骼從堅硬到脆弱嘅轉變，年輕嘅骨骼就好似堅固嘅鋼筋混凝土，又硬又有韌性。我哋嘅骨骼其實唔係死物，而係不斷進行新陳代謝嘅活組織。骨細胞會不斷吸收舊嘅骨質，同時又生成新嘅骨質，保持骨骼嘅強度同密度。正常嚟講，人體嘅骨質密度喺30歲左右達到巔峰，呢個時候嘅骨骼最強健，唔容易骨折。但過咗30歲之後，骨骼嘅更新速度就開始跟不上損耗速度，特別係女性喺更年期之後，由於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，骨質流失嘅速度會明顯加快。而男性雖然骨質流失速度相對慢啲，但到咗一定年紀都會面臨同樣嘅問題。衰老過程中，骨質不斷流失，骨骼會變得又薄又脆。骨小梁骨骼內部嘅網狀結構會變得稀疏、斷裂，就好似被蟲蛀蝕嘅木頭一樣，抗壓同抗折嘅能力大大降低。呢啲骨骼嘅變化會帶嚟好多麻煩，最明顯嘅就係容易骨折。阿爺阿嫲可能輕輕跌一跤，就會出現股骨頸骨折、腰椎壓縮性骨折等嚴重嘅骨折情況。而且骨骼支撐能力下降，好多老年人會出現駝背、身高變矮嘅現象。有啲人甚至會覺得周身骨痛，尤其係腰、背、膝蓋等部位，大大影響咗生活質量。水分從充足到減少嘅改變，身體入面嘅水分就好似流動喺大屋入面嘅生命之水，參與住無數嘅生理活動，好似運輸營養物質、排出廢物、調節體溫等等。年輕嘅時候，體內水分含量比較高，大約到身體總重量嘅60%到70%。呢個時候嘅身體組織、器官都浸淫喺充足嘅水分入面，顯得滋潤又有活力。皮膚彈性好，皺紋少，關節滑液充足，活動靈活，唔會痛。但隨住年齡增長，身體嘅水分含量會逐漸減少，到咗60歲以上，體內水分含量可能會下降到50%到55%，而且呢個時候嘅水分分都會發生改變，細胞內嘅水分會向細胞外轉移，導致細胞功能減弱。缺水會令皮膚變得乾燥、鬆弛，皺紋越來越多。關節滑液分泌減少，令關節活動時嘅摩擦增大，容易出現關節疼痛、僵硬嘅症狀。同時，身體對缺水嘅感知能力都會下降。好多老年人就算已經處於輕度脫水狀態，都唔會覺得口渴，呢就更加容易導致脫水問題，影響身體嘅正常運作。了解咗衰老前後身體成分嘅種種變化，其實都唔使太擔心。雖然衰老是自然規律，冇人可以逆轉，但我哋可以透過一啲方法去延緩呢啲變化嘅速度，好似多做運動，尤其係力量訓練同有氧運動，可以幫助維持肌肉量，促進新陳代謝，保持均衡飲食，攝入足夠嘅蛋白質、鈣質同維他命，對維護骨骼健康、控制脂肪堆積都好有幫助。只要我哋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，就算年紀大咗，都一樣可以擁有健康、活力嘅生活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